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永勋，今日先上要教大家的弹力带健康操。我想准备一个弹力带哦。好，安尼弹力带呢有分哦，有分抱鸡、臀、甲盆的。抱鸡较过强，好像老人家还是开始练呢，刚开始练呢，安尼用抱鸡啊。骨盆呢都较过重，吼，阻力较过大，所以你自家可以去选择性。你感觉讲你的身体肌肉还不错的，你就可以去选择比较厚的，好较盆呢。准备好的哈，来了暖身，来脚天空来交换脚天。来训练你的脚带哦。好，加上你的弹力带，去卷起来哦。手，慢慢的走。一个扭转的动作，手要打侧哦。好，慢慢的坐下来，准备来等呢，坐喺碰凳上，两只脚软好，注意你的手哦，一定要踏好来哦。下下腳要打開，打開再合上來。左邊做20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，再試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左邊做下，然後來往右腳，停頓線上慢慢地做哦。好，先軟下來，軟好來哦，手檢查一下，冇變下嘢哦。1、最尾5下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過來。我會感覺講我的手個軟，和我大腿肌肉嘛會訓練到，好，更加右腳軟好，好來拔蘿蔔。3，然後動作很多拔蘿蔔
也可以训练你的手的肌耐力咯。好，做下左片来弯右片。好，记得你的手要拿好来哦。好，更加同的两只手，慢慢的卷一卷，往上，去做一个唇绳，侧身，侧弯腰，手要打侧咯。再一摆，放来，从头再一摆哦，打开来，合放来。也通常呢，也弹力带好处路是，你坐凳就可以训练自家，就可以运动诶。大人小人就是可以做运动哦。弯片，好，一只脚拿好，拔萝卜。那看自家能力哈，如果唔可以，唔绑喺底下，都是也偏好诶。可以放地上面绑，可以训练你嘅股二头肌，还有嘅肌耐力咯。左片左下来做右脚，我感觉讲。好，我手叶片不够软，来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好，手把重在下面，好压一压，让它缓和一下。腿也给用呢，也肌肉在做延长。再弯一个动作，来手臂做一个延展。左手做下来弯右手，我来弯一个动作，从个手臂来绑床，
慢慢的放下来，来加松下来呢，弹力带往上延展，继续的吐气、吸气，侧弯腰。弯片，往上延展，再抖一吸。今日动作記得了冇？我明日團嚟同下做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俺能下次能來了。